咁多位喺溫哥華嘅香港人，大家好，我係周元偉，前大埔區嘅區議員，同埋亦都係黃福嘅居民。我喺黃福苑都由細到大住咗30幾年。咁多謝大會邀請啦，咁可以向係溫哥華嘅香港人講少少嘢。咁就亦都好多謝大家係雖然都已經遠離咗香港，咁但係亦都唔會忘記喺香港受苦受難嘅災民，咁亦都出嚟悼念。咁今次嘅大火係當然令到我係覺得非常之傷痛啦，因為我自己嘅屋企住咗30幾年嘅屋苑，估唔到會有一日會係成為一片嘅頹垣敗瓦，有7棟大廈燒晒。咁我自己住嗰個單位亦都係其中一棟大廈裡面。咁可幸就我嘅屋企人都安全。咁但係仍然有面對好多嘅問題啦，即係之後嘅安置啦，或者係亦會唔會爭取到一啲賠償嘅情況啦。咁亦都好多街坊係不幸離世啦，咁我都感覺到非常之心痛啦，係啦。咁亦都我都感受到其實係而家都大家都係一個好大嘅無力感嘅，因為成件事係源於大維修，而大維修亦都係一個好結構性制度上嘅問題。咁雖然而家李家超政府係話成立呢個獨立委員會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冇法定嘅權力。咁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呢？即係除咗喺等個制度改變，或者等有罪嘅人受到懲罰之前，係咪咩都唔可以做？淨係可以每日去喊去鬧？要鬧我都鬧咗好多啦，其實因為我都鬧咗好多黃碧嬌、民建聯係啦。咁但係其實大家都可以由自己嘅身邊出發，即係由自己嘅生活出發。即係我相信大家仍然有好多人嘅屋企人啦，係喺香港係有物業啦，可能係私人屋苑，或者係租者置其屋嘅屋邨，或者係居屋咁樣。其實只要大家留心睇一睇自己屋苑嘅財務報表，或者係會議記錄，其實都可以發現到有冇問題，睇得出一啲嘅端倪。例如今次嘅黃福苑大維修裏面咧，喺呢個紅藝嘅顧問公司嘅報告裏面，其實已經係顯示咗係黃福苑嘅破爛情況，係部分嘅大廈啦嘅部分外牆係有石屎剝落啊、鋼筋外露啊呢啲情況，其實就證明咗係根本唔需要做一個全面嘅大維修。咁而且喺佢哋嘅報告裏面亦都顯示咗咧，係市建局同埋顧問公司建議個維修費用係只係1億4000萬至5000萬港元不等。咁點解會演變成呢個天價維修呢？咁其實睇翻呢個大維修嘅會議記錄裏面，業主大會嘅會議記錄裏面，喺2A 項，其實佢哋首先係通過一啲大約20項嘅必要維修工程項目啦，跟住去到2B 項嘅時候，就係選擇外牆維修方案。咁由必要嘅項目，下一個項就係討論或者係投票維修方案，而頭兩個方案就係部分維修，而第3個方案就係全面維修。咁會唔會令到出席嘅業主係會有一個嘅誤解呢？就係呢啲方案係咪都係屬於必要呢？因為我哋啱啱先討論完必要方案，而維修外牆係其中一個必要嘅項目裏面。咁而且係喺好奇怪，就係喺呢個議程裏面呢，係有80%嘅業權份數係投支持方案3，即係全面維修嘅。咁亦都，如果大家係知道，假設業主們都清楚知道3個方案嘅價錢大約係1億5到同3億3嘅分別，咁點會有80%嘅業主係選擇3億3嘅方案呢？會唔會係喺個會議裏面根本業主係唔清楚知道全面維修嘅價錢係高達3億3千萬港元呢？咁呢啲嘅問題，呢啲嘅即係呢啲嘅可疑嘅地方，其實就係魔鬼藏喺細節裏面。而法團業主立案法團點解
成日會係有咁大嘅權力，或者係咁難呢啲維修工程咁難推倒，就係其實佢哋有呢個權力去設定所有會議嘅議程。咁所以喺一啲嘅細節裏面，有一啲嘅資料佢冇向業主公佈嘅話，業主就好難清楚知道，或者有一啲細節隱藏喺呢一啲嘅議程裏面嘅話呢，咁其實業主們、小業主們亦都係當刻係好難即刻反應過來。咁所以由我哋係可以仔細閱讀或者仔細了解呢啲嘅報告，呢啲報告其實係喺會議之前係俾晒業主去睇，亦都大家可能都要想行多一步，想做多啲嘢，就真係唔想宏福呢個事情再次出現喺大家身邊嘅時候，就可以去了解翻大家屋苑屋邨嘅不論係財務情況啦，定係法團開會嘅情況，呢啲都係可以大家做到。例如財務報表啦，其實有好多嘅數目，唔單止係維修嘅，其實有好多嘅數目項目，其實法團每一次會議都會去公布啦，每個季度其實都會張貼出嚟啦。咁有一啲嘅項目，例如會唔會有啲節慶活動係使用咗過多嘅金錢呢？會唔會喺某一個項目，例如係清潔係又使用咗同市價相比又使用咗更貴嘅公司，或者係有啲不必要嘅項目呢？其實而家AI 咁發達，或者係科技咁發達，大家好容易揾到，例如市價係要用幾多錢啦，或者係呢啲公司背後有冇一啲問題啦，有冇一啲唔好嘅記錄啦。其實只要當大家感覺到係想做一啲改變嘅時候，除咗當然到呢一刻我哋都仲喺傷痛裡面，但係我哋可以多做幾步，多啲了解自己嘅屋苑先去出發，去希望呢件事唔會再次重演。當然我自己都係好希望係可以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因為今次嘅大火係牽涉到唔單止係政府部門，更加牽涉到法團，甚至係政黨，甚至係唔同嘅公司、工程公司、顧問公司，背後有冇好多利益嘅瓜葛？呢啲係一個冇法定權力嘅獨立委員會係做唔到嘅。最簡單係黃碧嬌係可以唔需要出席呢個獨立委員會嘅調查，而獨立調查委員會有法定嘅權力，係好似一個法庭咁樣。如果唔去嘅話呢，係會有藐視法庭嘅罪責啦。咁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調查權啦，係可以睇到啱啱上述所講任何政府部門、公司、私人公司嘅文件，甚至係呢啲相關人士嘅電話裡面嘅信息記錄，都可以透過獨立調查委員會去揾得出嚟。所以當然我哋係繼續希望係可以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還死者一個公道，讓生者係可以釋懷。咁我亦都再次感謝喺溫哥華出席呢個導演會嘅咁多位香港人。